大家好，我係林淑冰老師。今日我要介紹一本書，叫做《杞人相憶在江流》，豐子愷嘅抒情漫畫修訂版，作者係朱曉江、陳星。等我嚟介紹一下豐子愷呢位藝術家啦。筆名呢係 TK， 係逐而去師承弘一法師李叔同嘅。佢以中西融合畫法創作漫畫同埋散文而著名。佢亦都係中國漫畫藝術嘅先驅，係中國最具影響力嘅漫畫家之一，真係好犀利啊！佢嘅漫畫造型係純上簡約，畫風比較淳樸嘅，亦都有啲童趣啦，別樹一格。我介紹下呢本書嘅兩位作家，其中一位叫陳星。佢係喺杭州師範大學弘一大師豐子愷研究中心嘅主任。另一位朱曉江作家，佢係豐子愷研究中心嘅特約研究員。呢本書精選咗豐子愷100幅漫畫，其中找住咗漫畫抒情嘅特質，跳出框框啦，將漫畫豐子愷嘅精華甄選出來，並且用文字作展示，方便讀者去欣賞。等我嚟介紹一下呢本書幾幅嘅作品啦。其中一幅就叫《杞人相憶在江流》。呢幅畫喺1925年畫嘅，原先作者係懷念昔日嘅友人而創作，但後嚟就成為咗朋友之間互相追憶嘅載體。人散後，一鉤新月天如水。喺個時候，豐子愷沉醉於啱啱聚會當中，為剛剛有趣嘅話題而會心微笑。腦海之中而家就係空空如也，什麼都不想，什麼都不願想，淨係添一壺茶，聞一下深秋泥土嘅氣息，聽一下秋蟲間斷嘅低語，獨自享受呢個熱鬧之後嘅冷清。呢幅畫名為《獲利》，天邊飄嚟一個斷線嘅風箏，纏繞住喺電線上，蕩悠悠、蕩悠悠地隨風而飄。有一班小朋友睇到呢個風箏之後，希望想盡辦法攞佢落嚟，成為自己嘅戰利品。有時候我哋都好似小孩子一樣，我哋嘅生活工作總係想得到啲咩嘢，或者想盡方法費盡心機，嗰啲東西就好似風箏一樣，可能都冇用。盡管佢嘅外貌睇起上嚟好似好靚咁樣。睇完呢本書之後，我更加想了解豐子愷嘅作品同埋佢嘅內心世界。此外，中國古今嘅藝術文化值得我哋去研習。